好，来继续来到这个台中的清水鹅峰山步道，市政府新设的观光平台的指标，讲唔拿英文写唔对去，同一个景点，各有2种无同的讲法。议员接到定情专工到场了解，嘛要求市政府要赶紧来改善。 议员比观景平台指标，详细一看，原本意思是风景的 scenic， 煞变做 scenic。另外一张相片写 scenic lookout， 嘛和当初是写 scenic platform 无同。一个观景台2种讲法，嘛互捌英文的民众真解叫。一个观景平台的英文他竟然看不懂，到底那是什么意思？往下再走的时候，他又发现奇怪观景平台的英文。 怎么会有2种的写法？没有统一。未解封时期，民众有闲就会去高峰山步道，或者是观景平台。民众就发现指标有唔对，随甲平台讲，就惊影响外国游客。好加在经过反映，台中市管理局嘛会甲唔对2个指标移除，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。我们会在1个星期内来改善完成。那我们市政府后续在制作相关的指标跟导览牌的时候，会更谨慎注意相关的一个正确性。 英文老师讲，观景平台除了讲 lookout， 嘛会使用 viewpoint 或者是 scenic overlook 来讲，拢会使完整表示是观景平台，互外国朋友正确的指示。